Hello，各位同學，而家唔係校長致辭，係想呼籲下所有我啲舊同學一齊回歸共聚得唔得啊？由幼稚園開始數啦，我好多同學好多舊校友噶啦。幼稚園同埋小學就係 KCC 啊，即係九龍總商會，有冇讀過先？有就係我校友啦。咁跟住呢，我中學就格致啊，哇，格致犀利啦，樣樣都叻嘅，不過全部都係玩嗰啲啦。我就玩吉他唱民歌，所以我喺學校都好叻嘅，代表咗學校好多年啦。跟住呢，由學校開始唱，一路唱到去出邊呢，唱到所有學校都識得我，然後呢，就所有唱民歌嘅朋友都識得我，之後呢，我就變為職業嘅民歌手啦。咁啊當然啦，大學呢，我就係浸會傳理系，亦都好多啲朋友哇好多喺圈裏邊呢，喺電視嗰度呢，就一大紮呢，都係我啲師兄啊師姐啊師弟啊師妹啊等等。如果你都係我校友呢，我想聚下舊得唔得？我5月初呢，就有一個叫做70大 show 嘅演唱會，其實係演唱會嚟嘅，就唔係開 party， 係演唱會 party 可以一齊各位校友聚下，大家傾下往日嘅校園情懷好嗎？我會㗎，揸住個吉他有排傾有排唱㗎嘛，希望到時見到你，多謝。